困人口全部破52个考虑到疫情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在国际上搞小圈子，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W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s that China is growing more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ssertive abroad. No, the comments don't change anything. We believe that this moment requires a strategic and a new approach forward. 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辩风向，敢嘴就来辩。